聽朋友講深圳洗牙平靚正，而且環境又乾淨，搞到我成日都心思思想試下。今次我就揀咗深圳希華愛康健醫院，直接喺 WhatsApp 預約就可以啦。佢嘅位置真係好方便㗎，喺羅湖口岸一出，一直行到去最尾，見到右手邊有條扶手電梯，行上去就係啦。全程都係5分鐘嘅時間就到啦。佢哋嘅牙科部就喺7樓，入到去首先做返個簡單嘅登記，填寫返身體狀況同有冇藥物敏感。呢度洗牙比香港嘅價錢平一半啊，但係絕對有香港嘅質素。佢哋嘅大堂等候區真係好乾淨企理，每一間房嘅設備都好齊全。醫生準備好晒之後就帶我入房啦。喺洗牙之前，醫生會細心咁問多次身體狀況，之後就開始檢查牙齒，會喺口腔影相睇下有冇蛀牙。真係每一步都做到足，比起香港洗牙更加仔細啊！而且洗牙過程一啲都唔痛㗎，仲好快手搞掂啊！喺呢度洗牙真係平靚正啊！而且全部職員都識講廣東話，唔使驚溝通唔到，真係值得推介大家嚟呢度洗牙。如果大家都想檢查牙齒或者洗牙，就快啲去 WhatsApp 預約啦。